係，大家晚上好。係，今日繼續去做一個復盤嘅工作。今日恒指全面收復，科技全面收復，風險市場回暖，喺23,800呢個位置有突破，但係尾盤收一個假 K 出嚟，仍然都係維持烏雲突破嘅烏雲蓋頂嘅一個觀點吧。咁阿里升12個點，唔係好正常，但係都係一個好事嚟嘅。數據中心嘅一個收復，咁樣呢個電商科網、小米、快手、百度全面回暖，咁樣回到去24,200呢個關口，咁睇聽日呢個位置可唔可以突破？咁目前從技術形態上嚟講咧，係比較難嘅，因為啱啱都係睇到伊朗嗰邊又出一個臨時停火嘅協議作廢，黃金跳水，美股期貨走低。咁呢個7月份嘅話可能會比較動盪少少。個節奏上嚟講，因為今日有睇到一個新西蘭央行好似係加咗息啦已經。咁日本央行又係加咗息啦。美國可能9月份會加。然之後如果9月份加嘅話，香港應該都會加，跟住走嘛。咁往下走嘅話，可能喺21,000呢個位置，或者22,000呢個21,100，21,000到22,000呢個位有啲支持。美股今日都講下啦，都係因為呢個停火協議作廢，地緣不確定性增加。咁我哋關注油價3個位置。咩中概呢個唔使睇，冇用嘅，因為阿里巴巴今日行12個點，唔健康咯。一個收復 K 行咗個唔健康嘅一個形態出嚟。阿里呢個技術形態行咗一個止跌反彈嘅一個 K 線，21均線唔破，繼續去往下探，都係有機會往下探。咁今日都想講下三星嘅財報。三星同埋海力士要睇翻呢一個週五，海力士上咗呢一個美股之後係點樣嘅動作？而家硬科技完全係俾一個情緒帶晒落嚟。PCB 7月份其實係要漲價20%嘅。而家 PCB 然之後存儲光通訊全部往下打，但係個財報係超誇張、超預期。最賺錢公司真係唔應該咁樣行嘅，我只能夠講佢而家係殺情緒。買預期賣事實，殺情緒。咁樣芯片仍係睇唔睇好？基本面冇問題，財報冇問題，但係個情緒似乎係美國嘅資金利用咗韓國 ADR 呢個機制去做空韓國嘅一個正股，打低咗個價先，然之後再慢慢吸翻上去。一個報表同埋個公司發展完全而家同個股價係失衡嘅。不過呢種情況都見過嘅。咁所以上短期多睇小動，短期睇唔明，中期仍有預期，利潤係非常之誇張嘅，係40年嚟累計嘅總和都冇咁誇張，一年打40年嘅錢，你話開唔誇張？所以短線睇唔明，中線仍有預期，仍係睇好呢個公司嘅一個長，起碼呢一年嘅發展，未來1年嘅發展都係唔話好擔心嘅，因為 AI 基建呢個東西唔係話唔做嘅。繼續去睇呢3間公司。呢2日就開始有一個解禁潮，咁注意下呢一個風險。咁 SpaceX 咧都係做咗一個破發㗎啦，破發咗一個發佈價，但係如果長遠嚟睇咧，佢都有啲空間，因為佢入咗納指嘅被動資金，納指中線嚟講都係睇上去嘅，所以而家跌
穩咗之後，等呢啲戰爭嘅一啲消息消化完之後，我覺得都可以參與呢個 SpaceX 㗎。短線嘅話咧，都係睇呢啲美股全部調整，冇辦法，硬科技、海力士全部入咗一個調整嘅一個狀態啊。咁港股而家就係行翻啲舊科技，但係睇舊科技幾時跌咯，舊科技跌翻落嚟嘅話，新科技先會上翻上去都要睇一步行一步從產業嘅角度嚟講，或者從短缺嘅角度嚟講，係仲要往上睇嘅。但係從一個技術形態嘅結構上嚟講，佢拉高係有一個30%嘅30%到40%嘅一個調整幅度嘅，係有呢個位置睇到而家都係屬於一個30%到40%嘅一個空間調整空間，都喺技術形態嚟講係合理嘅。BBC 講過啦，亞洲半導體。今日想重點講下一個 ETF 嘅一個選擇，係做翻一個中長線嘅配置。始終而家做短線嘅難度非常之大。咁講美股多少少啦。咁 SPMO 動量策略。咁今日去揾多個第二個係 FMTM。呢個都係動量嘅策略，去做翻強驅動嘅最強嗰50隻股票。SPMO 係最強嗰100隻股票。一個 PMTM 係最強嗰50隻股票。30-50隻做翻最勁嗰啲。佢個好處就係行嗰50隻，然之後去做翻一個建倉優勝劣汰。再平衡動態再平衡。咁目前嚟講就缺點就係個換手率會偏高，同埋個流動性可能唔會太強，因為舊年先去上市。都係我睇翻都係萬威爾、康寧呢個戴爾、英特爾都係呢類型嘅公司，係揀翻呢個階段最強嘅持倉。咁所以上嚟講呢個係可以重點關注嘅 SPMO 同埋 FMTM。咁樣今日都總結咗下一個長線嘅一個 ETF，即係而家始終去行咗咁樣嘅一個震盪市吧，即係咁我哋只能夠做翻啲中線少少嘅策略，唔好睇翻太短線。咁 RSP 跟蹤翻標普嘅年化大概11%。IWY 佢跟翻羅素成長指數嘅年化16%。咁 MOAT 係神晶公司嘅 Morningstar 做護城河嘅年化14%。年化14%。PFF 做一個高息股嘅咁樣年息率嘅話咧都有6個點。咁仲有 VNQ 信託房地產信託收租。好明顯睇到我而家都會開始去講好多收租方面嘅策略。收租方面嘅策略，因為始終而家進攻比較難進攻少少。特朗普啲持倉都可以參考。都係博通啦、Google 啦、AMD 啦、標普啦，都係屬穩健嘅。咁樣港股上咧都係華虹同埋一個收息嘅一個 ETF。都係講翻加息週期。匯控5號仔收息穩健。做 short put 收保險金現金流補充現金流。Cover call 有正股嘅情況下賣出認購期權賺權利金。自由現金流嘅策略。咁樣我哋做翻呢啲收息型嘅策略咧，保證翻我哋年化有9個點。都係可以嘅，都係喺產品層面上，我哋係做到呢個方向嘅。美股嘅一啲穩健型基金有息賺又有價賺。呢個有息嘅。呢啲穩健嚟講，一年都有16個點。11個點。一年跑10個點係有嘅。如果做期權嘅話，可能一年20-30個點。但係呢啲係穩健型嘅一個策略，因為始終而家
個市場比較動盪，唔係話單邊市。咁樣我哋就睇翻匯控啦，睇翻華控啦。如果港股嘅話，都暫時唔推薦其他。孫子兵法嘅一啲都講咗啦。然之後咧，都想講翻一個啞鈴策略，係琴日講孫子兵法，前日講孫子兵法嘅時候有提及。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正兵就係防守，奇兵就係進攻。跑出個收益率出嚟，咁樣做一個圖，就好清晰。半導體同期權去進攻，40%，錯咗就好咳。咁不過而家7709呢兩日真係有啲理解唔到，睇定啲先，睇唔明。現金流工作一個期權銀行股去做個複利。左手進攻，右手防守，應對市場變化。咁借勢就係呢個跟住個時勢去跟進翻個市場。咁再講翻我哋星期日12號係有一個孫子大戶嘅一個分享會，仲有我哋一個 Davis 嘅一個分享會，需要嘅可以同我報名。一個解套課程，大概都係咁啦。咁樣再去睇翻一個我哋嘅學習機嘅一個介紹。咁今日去做埋呢一個介紹。最新嘅 AI 股票機啦，大家可以睇下心啦啦㗎。而家今日同大家拍一個開箱視頻，你打開嚟睇下，有一個保護殼啦，呢個係個平板嘅保護殼，呢個就係我哋嘅主機啦，係一個平板嚟嘅，非常之有質感，上邊仲有我哋方德 AI 股票機嘅 logo 啦。裏邊咧仲有自帶嘅數據線啦，同埋我哋嘅一個產品說明書。裏邊有一個卡針，同埋一個快速入門同埋安全保養指南啦。呢度咧就係我哋嘅數據線同埋一個連接頭。嚟我哋睇下，我哋套上個保護殼嚟睇下。打開我哋個股票機，俾大家睇下我哋裏邊帶住啲咩功能啦。首先係一個 AI 板塊，大家可以用呢個 AI 工具去尋股同埋做一啲股票嘅診斷啦。仲有一個行情嘅功能，行情當然係最基礎嘅功能啦。大家可以睇到全球嘅行情大家可以睇到全球嘅一個市場環境係咩情況啦。仲有港股啦、美股啦、加密貨幣啦，大家都可以隨時隨地查看我哋嘅行情。大家仲可以登錄自己嘅賬戶，睇自己嘅自選股同埋一啲打新IPO 嘅內容。仲有一個就係比較重要嘅就係我哋嘅直播啦，大家可以隨時隨地喺我哋嘅股票機上面睇到我哋方德所有老師嘅直播啦。有我哋結束解碼啦、港美領航啦，同埋 Austin Money Talk 等等嘅內容，大家有興趣都可以上面睇㗎。之後仲有一啲會員諮詢。仲有一啲諮詢嘅內容啦，好似呢度有好多24小時嘅一個諮詢，同埋大家自選股入邊嘅相關嘅一個財報公告等等嘅內容。仲有更加多嘅功能，好似可以用到我哋嘅 Google 有一個全家桶啦、Gemini 啦，同埋我哋啲瀏覽器啦。今日嘅開箱視頻就到呢度啦，拜拜。OK 嘅，呢個學習機就係我哋一個新嘅產品免費送嘅入金一個係100萬係有免費送加上1500蚊嘅一個現金券。咁今日嘅復盤就到呢度啦，睇下大家有咩問題就同我交流啦。